修舍无量心，所谓的舍心是能舍弃嗔恨怨敌贪爱亲友的贪恬偏袒是吧？对一切众生无有亲属爱憎平等心，对现实的父母亲友等自方及其贪着，对厌敌他方嗔恨难忍，这也是未经观察的过患所致。现在这些怨敌在往昔生生世世中都曾做过自己的亲友，而互敬互爱，和睦相处，共同维护，所做的饶益也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被当作亲友的这些人也是一样，往昔生生世世中也有许多曾做过怨敌，对自己进行伤害所以这个我们就一切的事情呢，就是不能单单是看今生从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方面来说到，我们修行主要佛陀给我们讲的最简单的讲的话，佛陀把因果的一切众生的因果轮回的事实的道理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就是更清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导而已。所以佛陀给我们讲的也是并不是说是超越过因果的一些道理，所以佛陀给我们讲的一切道理也是在因果的范围当中，所以我们一切众生也是在因果的范围当中，一切众生的在这个生死来回的整个的一个轮回的来跟回的整个的过程，就是因果的过程。所以这么因果来说到，我们不能是单单的看在一世的，像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发心的部分，发心的对境就是一切众生。那么一切众生跟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首先必须得要弄明白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来说到，就过去生无量无数的时间当中呢，就是一切众生都是曾经成为过我们的父母亲，也成为过我们的敌人，也成为过，就像我们这一世当中也有一些的亲方也有一些的怨恨的对境，但是大部分都是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对吧？刚是我们人类世界里面来说的话，就在整个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跟我们是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接触，但是一切法都是缘起而产生的，所以相互的依赖跟依靠是都有的。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有很严重的一些自然灾害或者是一些战争的情况下，对于整个的世界会有不同的影响，对吧？这就是所有的众生相互就是有一切法就是缘起的一种相互依赖跟依靠的这种元素。但是我们这个单方面的一些跟自己有没有直接的接触跟直接的关系，这样来说到，我们只有一些亲朋好友认识的人，这里面有喜欢的对境跟不喜欢的对境以外，所有一切的人，也先不讲其他的众生，所有一切的人跟我们好像就是大部分都是跟我们这一世当中没有什么关系的连见都没有见过，认识当然就不用讲。所以这些来说到就是普通的人，所以一切众生跟我们每一世都是有一个亲方也有他方，就是燕方燕家跟亲家，然后其他都是普通的，跟我们没有伤害的也没有利益的，对吧？但这个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无始的时间以来到今天不断的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所有一个众生都没有
没有做过我们的母亲的这种次数是无量无数的，已经做过的，并不是说是没有做过我的母亲，已经做过我们的母亲的次数是完全就算不出来的。就像龙树菩萨所讲的一样，一个众生能做做过一位众生的这个母亲，相当就是一个众生做过我自己的母亲的次数，如果是算的话算不出来。如果是要用计算，今天拿一个工具来计算的话，那么整个的大地就相当整个这个地球的所有的泥土，把它做成一点一点柏树枝一般的一个，相当就是这个一个念珠大小的泥碗做出来的话，整个的这个地球的泥土就可以做到无量无数个泥碗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的数量跟一个众生做过你的母亲的数量，这两个比较起来，还是做过你的母亲的数量是最大的、最多的。所以这些都是事实的道理，只是我们觉得啊，这不应该吧，应该不会那么多啊，会有这种想法是会有可能产生的，因为我们都是实践人，因为我们的智慧才是只记到前几天的事情，或者是几年前的事情，或者有些人会记得小时候的一些事情，那就是除了这样以外，我们也记不出来。更不要说是前世跟就是无量无数的这个每一世累世累积，就更记不清楚嘛，对不对？但是只是我们记不清楚，因为我们是众生，所以没有智慧。那么实际上都是有这样的关系。那同样的，做过母亲一样的，也是做过我们的敌人的，也有伤害过的，相互有伤害过的次数也特别多，相互有帮助过的次数也特别多，所以再算就是算不清的，完全没完没了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说直接的就是相对性的，这是我的敌人，这是我的亲人，没有办法的。从最近的一个道理来看的话，你今生的爸爸或者今生的妈妈，下一世也是同样的会做你的爸爸妈妈吗？或者是你今生的这个敌人，下一世一样也是会变成你的敌人吗？这就是因果的这个道理上不符合的，没有办法的，必须得要轮的。轮的情况下，那么前一世的仇人跟敌人，你欠了他的，或者是他欠了你的，那么这一世变成你的亲人来还债或者是讨债的，都有这样的存在。所以呢，佛陀呢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那我们就把所有的众生把它当作你的母亲，事实也是有这么一回事，他做过你的母亲的次数特别多，事实也是你的母亲。所以你这一世你成为一个佛门弟子的话，你把所有的众生当作母亲，当作你自己的母亲来看，那么你就为你的母亲能够可以做什么，都是最容易做得到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众生来说到，就母亲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为母亲要发展慈悲是比较能够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呢那你就把所有的众生当作自己的母亲来看。然后那如果是做到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经过慈悲喜舍是无量心的这个修持的方式，那我们慈悲喜舍是无量心的方式，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把一切众生跟你的关系变成为母亲跟小孩一样的关系的，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那我们这个仪轨当中的真正的实修是从舍无量心开始修持，才是变成比较平等的一种修持。如果是没有前面就是舍无量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这个慈悲也好，慈也好，悲也好然后喜也好，全部都变成曾经没有学习过舍无量心之前的这种发心，都会有骗心那么还是会有我方跟他方，跟重要跟不重要等等这种的会有这种的想法。所以我们就舍无量心的部分来说到，就主要也是从我们自己的环境里面，你把你最不喜欢的人也是必须得用起来把它也是当做你的妈妈你的母亲来看。
那你最喜欢的人也一样的，你也把它利用起来，也不能特别的执着，就是不能只是就是他是我特别喜欢的对境，不能有这样的这种偏心。那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要当作平等心，都是曾经做过我的母亲。这个中间就像一个从小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就相当于一个母亲跟小孩之间也有很多的故事嘛。有的时候就是小孩对母亲也还不错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小孩对母亲非常就是不尊重也不好的时候，那当然母亲有的时候也对小孩有些不好的时候，好像就当然母亲应该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但是也是在小孩的感觉上面这意见不同，然后想法不同，发生很多次的冲突，然后很多事情，这个事情我妈妈对我做的真的不好等等的，反正也有很多很多好的层面，到最后最终来说还是母子的关系嘛。就像这样一个众生跟所有的众生的整个的这个因果轮回当中，有的时候就是有冲突伤害有的时候就是相互有尊重，有的时候相互有那个互相爱护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关系出现的已经是太多次了。那么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还是没完没了的在整个这个轮回当中。那么你今天有的时候在到地狱当中，也是会碰到很多过去跟你有怨恨的，跟你有这种亲爱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众生都碰到，恶鬼里面也一样的，人间也一样，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没完没了的。过去也是无量无数次，现在也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以后也是无量无数的时间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轮回。所以我们要修持佛法是为了什么？我们就不想继续下去，我们必须得要从这个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要跳脱出去，要解脱出去。解脱出去，我们要到达哪里呢？我们要到达无始无生无来去的一个佛陀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究竟果位。要达到这样的究竟果位的时候，那我们要去学习，从哪里学习？那我们今天要为一切众生发心，为一切众生发心。现在我有这种他跟我、他方跟我方的这种分别念是自然而然都有，所有的众生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念的话，那么不是人也不是众生，也可以这么讲。但是我现在呢，就是不想做众生，也不想做一个普通的人，我就是要已经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要走向成佛的道路，我就是要把一个众生变成佛，变成菩萨。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妈妈，我就是往这个方面努力去发心。我要知道，没有他方跟没有我方，没有我喜欢的跟没有我不喜欢的，一切都是清净的就像我们昨天有提到嘛，就是相当就是讲到本尊如土木佛的他的故事的时候，那么在他第一次发愿的时候，就是有说没有什么男女的分别，没有我跟他的分别，没有这些，实际上这些一切都是以我们这个众生的一种执着跟烦恼所造出来的一个假的东西。虽然是假的东西造出来的，但是感觉就是自己已经造出来这样，自己就是幻觉中已经出现这样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我们在梦境当中呢，就是有梦到一些不喜欢的、恐怖的，或者是害怕的，或者不喜欢的这种梦境的话，梦没有醒之前都是我们同样的有感受。不管无论是做多长的梦，都是在做梦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个感受，对吧？就像这样，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一直就是有不断的在做一场梦。那么我们从这个轮回的这个幻觉的梦之中要醒过来的话，思考释迦牟尼佛的方法，唯一的可以能考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佛陀的教法才是让我们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解脱出去，让我们获得圆满究竟的佛果。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走，那就一一都是按照佛陀给我们讲的按照我们佛菩萨们的方法。那我们现在的这个魔法时代，为什么说魔法时代的那个魔法也是非常厉害很恶劣，但也佛法也更为殊胜。
更为殊胜是什么呢？也过去的这些很多的预言当中，那魔法时代的魔法更恶劣的时候，那就是莲花生大师的法就是更是会明亮，就像太阳一样的那么就是照耀整个的世界，以这样的一些预言。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遇到了这些法，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的大圆满龙坚经毗的这些教法，就像宝智仁波切所给我们讲的这些，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佛经的所有的，就是在这个显宗也好，然后就是所有的这种序部当中也好然后经典当中的这些一切的精华，变成了一个书本，最简单明了的一些道理方面，变成一个仪轨性的一个课程性的，就是贯穿为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一个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也已经遇到了这么殊胜圆满的一些方法的时候，那就只有靠自己能够再精进一点，能够再精进一点，把这个接下来不管是什么时候遇到这么殊胜的佛法，接下来的人生的不管有几十年的时间，或者是几年的时间，都把它好好的走，就会非常圆满，得到成就的这些方法就已经到了我们的手中。那到了我们手中呢，我们怎么去学习？那我们就是如理如法的去学习。那神序也不能弄错，不能颠倒，也不能就是上下那种不能错妙，就是要很清楚的去学习。所以我们从这里讲，那相当于就是第一个就是十无量心的方面去学习。自尊自恋着康中